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你细汉时阵，敢有这种经验？在垃圾内面听人咧讲一个法律案件，讲到一个小将贪污，公家的洗衫机8000块，爱关12档。那么一个上校每个月领4万块，写着投降诗，判7年半。也有一级毒品，拢是关终身，无轻重。到底人情义理甲法律原理敢有相同？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林宏文林律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资深的律师张婷婷张律师。主持人、现场的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张婷婷律师。第三位，民团大学犯罪防治学系副教授王碧琪。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团大学王碧琪。那么首先，互大家来关心讲，到底咱今日是要来讲什么？讲到一个毒品的案件，你敢知影台湾的一级毒品？那么事实上呢，法律有明定，未到一级毒品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那么在1号的宪法的法庭认为，卖毒品就无期徒刑开始判，是无考虑到案情的轻重，违反着比例原则。那么宣告讲，这适用上是违宪，要求相关的机构在2年之内爱来修法。2017年，嘉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以800块卖第1级的毒品海洛因，互人判刑16年。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1项规定，卖第1级的毒品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虽然伊互人以刑法第59条减轻刑责，但是伊认为卖第1级的毒品毋是判死，就是无期徒刑的规定违反比例原则，声称失宪。宪法法庭在伊宣布适用上违宪。细则规定并不是在表面上整条法条规定违宪，或是说它的哪一个部分违宪，而只是说这条规定适用于某些个案的时候会有违宪的情形。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情节极为轻微，咸可悯恕之个案。申请人都是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的。然后呢，按照他们的这个贩卖行为态样去看，次数又是很少，1次或者是极少。贩卖毒品的对价少则500，多则可能1000、3000。宪法法庭强调，这个审判并无违背现行贩毒的政策。现行规定，无论犯罪状况的轻重，拢是以无期徒刑来起跳，并无合理。要求相关单位应该加入有期徒刑的制度，或者是以犯罪的事实轻重来判刑，而且爱2年以内修正。但是被告团体认为判决无符合期待。没有那么轻微，但是可能获利可能也是2、3千块。那么有1次前科，那把他判无期徒刑，或是判个15年，这有符合一般社会的大家认为罪刑相当吗？长期咧推动这个实现的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认为，这个判决本质上是宣判争议法条合宪，但是也有真侪处轻微的案件，即摆无互人处理，认为宣告违宪的范围上下。记者郭文条随台幕报道。观众朋友喏，你看到这个新闻大，敢会感觉讲，这甲你一般的认知无啥共款。毒品是万恶的罪魁啦，应该判互死，判互一世人袂当出来。但事实上我相信3位不管是犯罪防治啦，还是在法律的公共顶头，拢有拄着讲其实伊可能敢若目着案而已。那么真侪实务上拢有这种机会，咱来看讲这个贩卖1级毒品无期徒刑来起跳，这是这个案件就是安尼讲讲判死刑才无期徒刑啦。咱就知影讲咱台湾对着这个毒品管制真严格而且佫讲这个情轻发动啦抵触着比例原则。要请林律师来讲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比例原则？是讲我就无做遐厉害，我敢轻轻去绑着。有人讲你唔通以最小、最微小而不为之，而不介之。应该是讲不管如何，我都要甲判个真重。
这到底安怎是？是。咱一般比例原则吼，包括刚才刑法，咱有一个罪行相当的一个原则，就是讲，当然今仔做歹代志唔对，但是咱免那有适当的一个处罚，吼，并唔讲同款的状况，比如讲今仔卖1级的毒品，因咱即摆是以讲你要做，咱无去算一个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在实务上有真济讲伊有做这个歹代志，但是伊卖是0.1，吼，无到1公克的物件，但是咱的起跳，咱话起跳甲无期徒刑。咱比如来讲，咱在刑法内底，杀死人以刑法271条是判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吼，难道咱咧认为讲我今仔卖一个0.1的毒品，当然这是唔对的，但是伊的罪比我杀死一个人更严重，安尼是不是符合讲咱刑法罪行的相当？吼，当然唔对的代志咱也处罚，但是咱甲讲无，咱来限制讲，如果你有做这件代志，一定爱无期以上。啊，这是毋是讲对这个人，吼？咱今仔0.1嘛是无期以上，我卖1公斤嘛无期以上，咱安尼是毋是有一个适当？啊，这敢有可能有一种反效果，就是讲，我0.1我嘛是无期徒刑，我不如来卖较济、卖较重的吼，来串一摆，看有通好趁较济吼，互你掠一摆啊，我嘛袂要紧，嘛有人安尼想哦。啊，所以毋讲讲，咱爱有一个罪行的相当来讲，伊毋对，但是咱要一个适当的量刑。当然有诶，吼，咱在实务上判过真济是讲伊是共犯，甚至讲伊是替人接一下电话，还是讲伊替人去走，吼，人叫伊去送，啊，伊嘛是算共犯内底。当然，这状况拢是毋对的，法律无应允，但无应允是毋代表讲，这个人做这件代志，咱要啊永久剥夺伊的自由，还关咧感觉一世人。这对这个规个国家的社会是毋是一个公平，还是讲对国家社会是有良善？哦，这是大家做检讨，做一个探讨。是，张律师，你的见解？我是安尼想啦吼，咱即个法律吼，其实是真基卡的物件。安怎讲呢？伊是这嘿，因为是统制即个社会的工具。吼，咱这个工具本身爱公平。爱公平，爱互感觉讲，你做这项代志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公平性。就咱头拄林律师有讲到罪行相当啦，吼，当然咱会想到讲，这个毒品的这个防治吼，这是社会政策嘛，哦，袂使讲做这种目掉的代志，一点点仔都袂使。啊，对无期徒刑起跳，代表讲咱这个社会，咱这个政府非常的重视这个代志，真看重这个社会需要。你袂使讲你摕一个物件放伫个手就无代志，毋是你持有，这叫做持有，对无吼？啊，所以对这个角度来看吼，这个防治是必要的，吼，咱来处罚这个毒品是必要的。啊，毋过咱就在想讲，伊的行为有到这个程度，都要用无期徒刑来处理。咱一部法典遮尔大典，吼，刑法足够嘛，吼，啊，刑法内底有足侪款的刑度，比如讲杀人10年以上，吼，比如讲窃盗5年以下，吼，有即个刑度的区别嘛。啊，咱即个毒品，你惊卖一个0.1公克，还是讲你即个买卖吼，伊无别项代志尔，惊买卖吼，即项代志尔，你的获利，你摕到即个金额的即个利益吼，惊1000块、2000块尔。安尼伊就得判无期徒刑，啊！你想看觅，杀死一条人的性命，对10年起跳，无相像嘛？对，但两位拢讲到这项代志，但是譬如讲，你若知影讲伊敢若是目着安尼吼，伊是替人去摕安尼吼，这拢无法度通好适用着59条的基情可悯吗？拢袂使，就袂使用这条就对啊。敢是安尼？主席，你讲的这真有道理吼，因为这个59条是一般法官在量刑的时阵，伊咧算这个刑度的时阵会去看的。啊，毋过因为伊的法定刑是无期徒刑以上，所以完全袂使拍破。伊就卡伫遐嘛，所以你若是法官，你会安怎想？你敢会判除这个界线？应该是袂嘛，因为你法定毋敢嘛，是啊，嘿。林律师。咱一般法官咧用迄个刑法59条吼，这通常来讲是较少咧用啦吼，只是讲颠倒来毒品的这个部分吼，这量较少的，拢有用到59条。为什么？为什么这个59条大部分咧用的毒品，是因为法官咧判断的时阵，有影认为讲这个罪，吼，咱这个人这个犯罪的态样虽然毋对，但是咱要判无期，敢若伊所做的，甲咱要有伊处罚的效果，
敢若差别伤大。伤大啊，所以真济用59条来减轻，问题是，伊即马是起跳无期徒刑，用59条来减轻，所以伊即马就算减轻了后，嘛是判10万年，嘛是比一般个比那个所以就讲判，就是敢若讲，我就算讲你用59条真好，前会使做可免的时阵，结果我袂0点1，你让我可免，但是我犯罪效果，甲我杀死一个人效果是共款。当然，这两项拢唔对的，但是咱在刑法的公平上，是毋是啊？这两个无共款不对的行为，要放咧共款的比重内底，啊做共款的处罚，这是大家做出的思考。相信两位可能小等会当激励，咱小等也有一个例啦。我相信真侪这犯罪行为的判刑真侪比例原则拢无去做整理，无去做无种适当的这个调整。咱小等再来讲者，我要请洪教授来甲咱讲是。就这个犯罪防治的这个效果而言啦，咱安尼个判，敢会讲有种心理讲好啊？我安尼我摕0.1公克，我无期徒刑，我不要紧，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10年我通减刑出来了，我甲你做个大摊的，这敢有这种这种效果造出来，还是讲其他的物件？其实上开始我想要讲咱当然我会当理解一个代志，就是讲咱是去运毒，也是去制造，也是去卖毒，甲咱去食，可能这无啥共款，这绝对是这我赞成。但是有一个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咱这比例原则有当时都用一个比喻啦人讲做大炮打小鸟。这有当时就是我感觉是安尼，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有当时就说，杀鸡是不是要用牛刀？我要讲的是安尼，古早两位大律师伫遮应该知影有一件代志，以前有一个罪叫做掳人勒赎。掳人勒赎，你这个行为一旦成立，就是既遂啊！不管你肉票，不管安怎所以上早进前的或者所谓的掳人勒赎，是不是买迄肉票拢去太死？这就是一个上大的问题。我规气甲你太死。所以我是要讲，两位律师拢有讲到一个点，主持人嘛有讲到，我是要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这个物件。你若讲我即马安尼做我不管安怎是安怎以早，若讲迄个时阵安尼定这个法律的时阵，足侪肉票，咱拢会感觉伊足危险的，因为可能拢去用撕票去。不管安怎，反正就要甲抬死，无抬死甲抬死共款意思。所以讲，若讲伊的行动是安尼，当然这有探讨的空间，但是这变来讲，是毋是这有好处的效果，可能是有。但是我要讲一个较远的，就是讲，咱若这个代志，你揪到后壁是毋是甲关入干嘛内底就无代志啊？是毋是这个你讲他只贩卖大律师有咧讲，只贩卖0.1，你甲关入敢有效？我感觉这是会当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即马可能没有答案。但是我是要讲，这个物件其实有探讨的空间。我是要讲的是安尼，掳人勒赎就是足大的例嘛，足好的例尾这个条文尾就改过啊嘛。就是讲，你的既遂迄个要件都无共款，对，无共款啊，所以就差真济啊。但是即马宪法庭就讲这危险啊，马上就要改。对，我头拄仔就问讲，那其他的物件，有相当的情形出现。咱来看这个例阮的团队咧研究的时候，看到这个例实在硬气啊。讲啥物呢？头拄仔我开头的时候讲一个这个金门防卫指挥部的这个参谋长伊涉嫌甲公家购买洗衫机寄登去台南市的处地内面啦，这头7900几十块差不将近8000块啦，所以咱字幕是写8000块啦但去用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来治罪金门地方法院看伊犯后真无悔意，以触犯着侵占公用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呢。这头一个讲，这种罪我头一摆知影讲，这重的呢。这头一个，第二个就对比的，讲一个上校咱这进前啦，差不多6、7月进前咱就知影讲，伊去写这个导航师啦，每个月领超4万块啦，伊判偌济呢？这个伊违背职务收贿罪
7年6个月尔，嘿，这我一般的人可能唔知影什么叫比例原则，但是一听哦，这个向阿强啊导航7年6个月，啊一个贪污洗衫机8000块，啊关12年，啊这敢有小轻重？你们说？是，我白最近报告讲，咱即马刑法咧处罚一个人，咱评分的标准咪是讲，你因为这个犯罪啊得到偌济利益，咱咪讲你利益愈悬，啊我判愈重，哦当然在同款的刑度内底会使做一个比例，但并唔是讲咱的刑法是以伊所得经验来论罪每一个罪的重轻，所以我拄则做讲，比如讲咱卖毒品来讲，一支毒品。真侪较早案件有诶，包括即个实现的案件，有诶卖即个毒品后人较趁400块，甚至卖无趁钱诶，嘛是咧内底。咱嘛是无期起跳，咱在贪污治罪条例内底起跳是10年以上。所以今仔法官在立法委员，伊即马立即个法律讲，只要有人贪污，你起跳就10年。啊，结果咱即摆掠到即个，比方即个人，伊讲伊摕即个洗衫机起跳10年，但是我认为你讲你最后你态度佫不佳，我当然是起跳10年，我佫甲你加2档啊？对，啊你讲导航书，这就是共款是咱在立法的时阵，咱认为讲，咱在刑法等的时阵就讲，罪刑法定主义就讲，咱立法委员咧定罪的时阵，做啥物歹代志，要安怎判，迄个法定刑，伊拢安尼写咧台底。法官家在这个法定刑内底去做一个判决，定下，所以咱今仔咧讲就是讲，这个毒品危害条例卖一级的毒品，发卖一级毒品起跳无期，这是毋是受过重？因为你甲看有做无做，你无看了嘛，所以才是无真济是0.1公克，还是1公克吼。当然安尼做，我讲到拢毋对，但是是一对社会的危害。我卖1克的毒品对社会危害是咪？大家后我关一世人，共款咱认为讲贪污是毋对的，但是贪污一个洗衫机，咱即马起条10年以上，目前法律是安尼嘛？有需要做修改无？这当然会使做一个审判，会使讨论。咱认为讲这个甘得罪，安尼法定刑伤低，咱当然拢会使去做讨论。之所以这是规个一个刑事诉讼、刑事政策的一个。讨论来做一个研究，但是这大精力呢？目前大家拢想法是讲做歹代志毋对，啊，我要安怎解决这个做歹代志的？所有我拢判重，反有讲咱只要这个罪名判重，咱就袂管。硬掉，实际上，细汉看报第二，笨手硬掉，安尼就好啊。实际上，敢一定讲这个罪，咱只要法定刑判重了后，人就袂做。我认为这是毋是安尼？哦，这是在大家讨论。对啦，就是你安尼讲吼。地处咱反省讲对啊，判愈重无一定伊会改过自新啊，所以按规矩就莫判重嘛，无法度安尼做嘛，对毋对？但是我咧看吼，譬如讲即个上校啊，伊毋是伊是用贪污治罪哦，吼违背职务收贿罪哦，伊毋是用间谍罪哦，吼，所以这适用的这个法律的条例，就无共款咯，吼啊，但是哦，我会感觉咱一般这个唔捌法律的人，会头脑咧想讲，这个凊头唔对嘛，凊头咧称的时阵，就用无共款的凊头，用盐就去称，啊，甲用铁就去称，啊，当然就无共款。我唔知张律师你安怎看？我感觉这个问题真好哈，我捌伫个立法院做过国会助理哈，迄阵我就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讲像这种吼，咱民心嘛会感觉讲，这可以判遮重，啊，这可以判遮轻，吼，其实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咱立法院这边一部分问题，这个法定刑如果若定伫遐真重来讲，你无可能轻嘛。你个法官无可能违背这个法律来做伊的判断嘛？是不是？违背职务咯。对啊，所以这个法定刑是什么人定的？是法务部提出，啊，立法院该通过嘛？立法院通过，所以咱若社会感觉讲，这个部分确实无改对吼，咱应该都要较积极的，都要较积极的，就讲这项代志都要来处理一下，法定刑会当来处理改变，安尼后壁法官来判决的时阵，就会根据伊这个法律来判嘛。好，这是一个为头来做代志的这个方法。啊，另外一部分呢，是这个执法者
咱这个法官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奇怪，这镜头开无相像，啊，这个是用烟做，这用铁做的，啊，其实拢嘛收钱啊，或者是讲这种勘钱有关联啊，都做歹，本身硬掉就对啊。系啊，啊，拢相像啊，勘钱拢有小关联嘛，吼。所以咱一般的民众会感觉讲，明明都差不多，啊，开始判这样无共款，吼，有这种想法。啊，咱要讲是讲吼，有这种想法吼。其实是真好的代志，为咩讲诶？因为咱大家拢关心到咱这个社会状况，这是好代志，专民治法嘛，这是做好诶。啊，毋过咱都在想了一项问题，法官每一个人有个人差别、个人差，吼，伫阮伫读法律时阵吼，叫做个人差。咩讲？因为咱根据咱个人的经验，吼，生活经验，对，生活经验会感觉讲，这项代志会真严重，我得为重的来判。这项代志无啥。看伊家己经验内底来想，无啥物大代志，可能就较轻，有即个差别。吼，以前阮老师讲一个笑话，吼，伊讲伊有一个法官的朋友吼，同事啦，吼，以前吼若判迄个窃盗、偷摕物件，拢足轻的啦，半年啊、6个月啦，或者是讲1年啊，安尼足轻的，1年2年安尼。都送出去啊。嘿，啊，毋过吼，有一届伊判吼3年，伊想讲奇怪。这个查某法官足奇怪哦，以前拢是判足轻的哦，即摆开始判足重，后来较知影讲啊，因顶个月因兜吼着贼头啦，足气的。嘿，伊家己受害者，吼，所以即摆生活经验就无共款啦，所以会做这个变动，吼，所以咱若是讲看到一寡案件，这个开始敢若有较轻，这个有较重，有当时是因为咱法条的关系，法定刑伤悬，还是讲法定刑伤低，或者是讲咱执法者伊个人的经验的差别。所以有这种无共款的情形。是，但现在我要请两位过来讲一下，讲如果咱来认为讲，这袂使呢，这刑法内面哦，足侪物件镜头拢无共款，有诶用烟片做诶，有诶用钢铁做诶，有诶用塑胶做诶，吼，应该好好来拖出来检讨。这应该是叫咱的推塞立法院要来修法，还是讲爱透过律师公会去做什么改变？咱小等下来讨论。我要请教王教授吼，就恁的实务经验，或者是恁在学校教育，咱即马看到的吼，送入去教育内面，佮出来，吼，到底这个判刑刑度轻重，一般路啦吼，一般来讲是有效啊无效啊？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分做几个部分啦。咱这个伫节目内底在讲一件代志，人讲的这个是不是会达到人讲的威吓的效果啦？吼，是不是人讲会惊，还是讲比如讲我入袂来就惊着啊？吼，啊就迄个，但是有当时定定咧讲吼，你讲你若讲有一寡人是安怎定定咧出入，定咧出入，其实咱看到问题就是讲，尤其拄仔咧讲到毒品的问题，就是安尼，定咧出入啊。有当时因迄人讲的拢公案嘛。有人有毒品，佮有其他，因为伊可能食毒，佮会去抢。听电话啊，对，佮去啊，所以讲你要看，应该讲看不同的犯罪类型，类型无共款，所以讲有诶可能是有效，有诶可能我感觉迄效果有限，因为咱去看一个或者再犯的这再犯率的部分，有一寡犯罪类型看起来其实是偏高的，嘛是佮入去啊，嘛是佮转去啊，毒品的都是。听讲毒品是。一而再，再而三啊！是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讲拄仔讲，不管是你食毒的，还是运输、制造、贩卖这个部分，其实你讲成效安怎，我感觉这会当探讨。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讲有人在讲一个点，乱适用重点，是不是一定有效？拄仔主持人有讲一个点，就是讲，有当刚硬起来，就关入去，眼不见为净，都无代志啊。但是敢真正是安尼？但是这个人若讲真正。依照咱犯罪学有在讲有一个有人在讲一个少数的人犯大部分的罪啦。有一个当初有一个学者是安尼讲啦，所以都是80-20法则啦，都是20个人可能犯了80的罪，大概是迄个意思啦。所以讲你看一寡人是会循环的，所以你讲有效无效，我唔敢肯定来讲有效无效，但是我感觉爱看迄个犯罪类型的无共款来做一个讨论。有的类型可能是有效，你讲可能一届就惊着啊。有诶可能就是讲，若窃盗咧，窃盗，有诶人像阮细汉时阵就听讲，这窃盗吼，初开始是监溜啊，关入去笼仔内去少年队吼，去内面去进修，出来了后变做贼偷，贼偷了后，佫入去进修，佫会晓开锁，开锁了后，佫会晓开保险柜，愈来愈进修，
啊去到内笼仔内面进修。对，有当时啊，人这是嘛是事实啦。有人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嘛是一个事实。人讲有当时人咧开玩笑讲，这监所吼，就是或者这个犯罪的研究所，就是研究更高深的一个犯罪技巧。本来你个人开细项变开大项的，啊，本来你偷牵奥多拜、偷牵脚踏车，本来会当偷牵车，可能愈牵愈大台，啊，愈偷愈有经验。所以因为是安怎，我有当时我共房的内底的人，会当互相探讨嘛。所以这嘛是甲教育内面的再生精神教育有关，绝对有关系，绝对有关系。所以后壁的内底，阮咧讲的好，这叫做矫正教育，或者说你内底这个部分是足重要的。你讲教化的功能，人在讲教化在讲是足重要，但是有变好的无？我是要甲主持人甲大家报告，绝对有。嘛是有人一届就惊着啊，出来了后就洗心革面嘛是有啊。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咱有当不管是拢在报道啊啥，我感觉有一寡即光明面会当来报道，嘛是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可能咱拢看到一寡较无好势啊，成功案例拢无晓讲出来，我感觉这真可惜。嘛有成功的，嘛有迄食毒了，即马嘛是一寡民间的基金会内底，伊是进前是食毒的，啊，即马做牧师嘛有啊。嘛是有安尼啊，嘛是有好的啊，袂当讲因的拢无好，但是我感觉成效是绝对有，但是有当时啊，因为可能尽量会一个老鼠屎可能坏了一锅粥啦，有当时是安尼，但是毋是无好的啦。所以讲你讲这个成效是安怎，我毋敢肯定的讲，但是我感觉有一寡人入去内底了一定有成效，但是回归到拄仔问题，就是讲一寡物件嘛是爱按照一寡轻重来判啦，可能较理想啦。无你讲，拄啊律师咧讲，你讲0.1，你甲判，你讲判无期，啊，拄啊我咧讲的迄个，啊我不治，我着0.1安尼伤少，我不治来个用公斤来算，我嘛共款判无期啊，啊我较大咧，毋较好势，就是安尼有当安尼想啦。咱头先讲着讲，即个社会即个刑法也好吼，应该是以理想性为主，吼，也是注重讲，啊实际上实行了。实行了差不多40-50档、50-60档了，敢若是无啥效果。当然啦，头拄仔咱也知影讲，到底有效果无效果，甲即个纠正的教育、甲精神政策拢有关系吼。咱要做即个法律的即个改变的时阵，咱应该按如何来推上？或者民间团体就会当来举手讲，无，这还是讲一定就爱。去过去到迄个宪法的法庭了后，教堂来改，叶律师。是，当然咱犯罪伊的成因是足复杂啦。啊，当然有时阵是经济环境种种的变数了造成犯罪。比如讲咱即马要安怎国家要定一个犯罪的类型，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量刑，这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咱有不同的改变嘛，有的做较早有，啊，即摆无，也是讲有的做较早毋捌发现，比如讲即摆电脑化真济，咱有增加真济电脑犯罪的罪章嘛，所以犯罪的入罪化爱根据咱即个社会的进步变迁，到达做增加来做修变，只是讲咱人民对讲国家认为讲每一个行为咱认为不对，也是讲咱认为讲国家来定即个罪。颠倒对社会的发展是妨害。当然，咱人民咱有家己主权的权利，会使申请，甚至讲，请咱的立委，也是讲咱自行讲拜托立委，也就讲咱有迄个民间团体，比如民间疏解会，也是等等来推动讲即个修法，讲咱可能认为啥物法条无讲介适当，无符合目前社会的期待，是毋是咱去设一个法案，啊，经过大家做讨论。讨论了上好、上适当的方式，互咱即个国家社会、国家进步，对国家符合即个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正义，而毋是讲咱个理想化，认为讲啊，只要啥物代志，就咱就上当做，啊，犯罪就无发生。实际上，咱的包括讲咱食毒品来讲，即马做嘛真重啊，但是目前敢若普遍认为敢若效果无够好嘛。所以是毋是咱爱用真济其他的刑事政策？来讨论这个原因来做防治，毋是讲较简单。国家来讲，我这条妨害这个毒品里面，我做了做好诶，安怎做，我就拢动罪了啊！这对国家的成本上低嘛。
落台立法委员招招的，咱就今仔通过，条文改改，上简单嘛。问题是代志有解决无嘛？好，所以一切咱若即个刑法同罪化，我认为讲，并毋是讲对解决犯罪上好的一个方式。吼，咱是为其他刑事政策，包括讲，咱有即个精神人工处理，免啦，讲后无再犯。吼，这当然咱来做一讨论，做一检讨，毋是讲甲拢，反正犯罪就像主任拢啊硬掉，安尼所有犯罪拢硬掉就好啊。啊，如果你讲啊，我即马等一个小本数，也是硬掉，我带一个大本数，我硬掉，啊，别风险拢共款拢硬掉，啊，要等我开等一个较大的啊。是啊，我嘛是啊。咱这细汉时阵，定听咧广播电台咧讲哦，这歹人不管大歹人、小歹人哦，拢甲硬掉安尼哦，社会就安静啦吼。但实际上哦，经过这40-50档哦，咱在社会咧徛起了，咱就知影讲无遐简单啦。是。继续我来请教着这个张律师吼。头拄仔讲到这个修法吼，这个修法的过程吼，在你实务的工作顶头，敢有啥物例讲啊，这个刑度啊安尼，啊这种刑度搁安尼，其实是不相当。咱会当提出来检讨，除了咱头拄仔所讲的这种物件以外，有其他的实际的这个例无？我遇到是较无即种讲都要到修法、修刑事的即种程度啦。啊，毋过我要贡献讲我家己的经验，是因为我伫咧立法院工作一段时间，吼，啊，就是讲有一寡利益的团体，吼，因家己来找立委，来甲因讲有一寡代志，社会上已经无安尼想啊，你搁用即种法条已经无该使用啊，吼，即种情形来找阮立法委员这边的工作团队，吼，讲即个代志。啊，阮会当交涉嘛，交涉讲，敢若是有即个必要哦。比如讲，迄阵仔我咧处理的是即个老师方面的即个工会，老师可不可以罢工？老师可不可以讲我无要上课啊？啊，毋过安尼是妨害到囡仔的啥物受教育的权利，对，伊这是宪法的权利。好，所以讲，敢有可能互即个老师罢工？这是一个问题，敢是？好，所以老师就来找立委讲，啊，敢是阮这嘛是劳工的啊，我嘛是在休困啊，我嘛是要想要罢工啊，这嘛是阮的权利啊。所以像种情形吼，咱社会上可能对袂着，得当去甲即个立法委员这边吼来交涉，吼啊了解清楚了，阮感觉讲，对，咱会当找一寡立法委员，大家同齐来听看卖，吼啊办公听会、公听会，吼，互大家来参考意见，啊，所以就来修法，修一个较合乎大家期待的即个法律。好，毋通讲法律用法律的，啊叫大家拢行家己的，安尼就无效啊嘛，然后无法度来信赖法律，所以嘛有人行这种过程啦，吼。对，有这个过程。啊，嘛有找林律师因这种疏解会。疏解会嘛是可以，拢会使吼。啊，透过这个方式啊来表达家己的意见，因为咱这民间拢是算监督嘛，监督政府安怎做，爱当将咱意见表达出来。是，咱即马随了来看一个新闻段，这另外一个议题，但是也相关啦。甲比例原则吼，甲法律的公平性吼有关系。就是讲吼，即马吼国内有35个死刑犯，咱都唔知影讲，即马有35个死刑犯。讲吼主张要经二审，然后应该甲上诉呢，到最高法院了后呢，拢总爱互同一个法官审理的即个规定啦，吼，要互伊呢无法度来接受到公平的即个审判，所以呢。相请就释宪啦！这14号吼，宪法的法庭是判决讲，这个条款吼是无违宪的哦，所以会使共一个法官过来审理。不过死刑犯哦，另外还佫有主张讲吼，死刑是违宪的，吼，反正不管安怎，我就哦一直甲你申请就释宪啦，吼，去申请就这个释宪。那么法务部长就表示讲吼，判决。那犹原也未出来，就袂使来执行着处决。咱来看这新闻段。啊，无你啊判咧，啊咱唔甲执行，啊结果食咱的税金，杀死阮囝，我都扣税金去饲，安尼讲有公道。但无司法法院公道，互死者家属难以接受。凶手王碧英兄弟犯下涉及台警察案件，一人被判死刑确定了后，到即阵10多年也未执行。死刑定案无执行，因为包含王碧英在内35名死刑犯人主张连性条款，侵害因公平审判权利，申请宪法的解释。
实施真侪年的连审条款，出自最高法院分案实施要点。明定案件经过200以上发回经审，佮上诉到最高法院，也是重大刑案发回经审，佮再上诉，拢要由工具法官负责来审理。宪法法庭伫审理了后，则是判决合宪。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分案实施要点第9点第1项第2款规定，将重大刑事案件发回更审再行上诉之案件，仍交由原承审法官办理，与宪法第16条保障诉讼权之意旨均尚无违背。经二审甲重大连审条款无违宪，3大关键的理由包含前3摆上诉拢采取随机分案，符合法定法官的原则。负责法官审查下级审判官，毋是家己裁判，有些判断也是偏差未必然会发生。而且最高法院法官少，一定换法官来审理，恐惊造成法律见解无一致。从员额、人力配置的考量，在这一类型的这个回避呢，这个回避的要求呢是不切实际的。接着，如果从最高法院统一法律见解的功能来考量，这一类型的回避要求也将减损最高法院统一裁判见解的功能。法务部最近一摆死刑执行是伫2020年4月7日，虽然35名死刑犯的宪法改正案件判合宪，依然无度随执行，因为包含因在内全台38个死刑犯人以死刑违宪这个理由，已经另外申请宪法改正，就算宪法法庭也未受理。不过法务部发声明回应，伊执行死刑的规则，即日有死刑庭书伫进行，死刑一律未执行。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看到这新闻大，你唔通惊，吼，讲到啥连审条款啦，讲到释宪啦，其实真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讲吼，你要上诉，吼，不管你是死刑犯还是安怎，你是毋是发回经审的时阵，是同一个法官咧甲你审，吼，啊，这是真简单啦。这个老师就对我有意见啦，我就过去读这个伊这个老师的册班，啊，我毋就愈读愈册。吼，有的人是安尼真朴素的，就安尼想，吼。但是他拄仔你有听到这个法务部所讲，司法院所讲，就人力的配置，吼，而且是定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拢袂使。我这一般人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要安怎讲？这法律的这个相信。甲真正的法律知识有小可落差吼，我毋知影王老师你安怎看？这个吼，你若讲一般人来看，就是可能会感觉讲，我在做这个代志啊，哪会拢拄着共一个，拄啊主持人咧讲呐，拄着共一个老师在教教，还是在教我判。但是因实务上在看，当然咱即马即届像昨伊这个宪法的法庭嘛，有这个见解出来嘛。啊，像这个图，咱这个图嘛看会到嘛。就是你看，就这2审甲3审起嚟的时阵，伊的这个做法就是讲，啥物或者连审条款，足简单的，就是讲我即马若讲吼，即马这是在更2审的时候，你来看哦。典管迄个第3审的有无？3E、3F、3G 有无？甲两个，甲第1届、第2届、第3届的时阵是无共款的这个法官 EFG 哦吼，甲3审的是，甲第4届的是，我头前有互你3届的机会啊哦，拢是可能用电脑，还是用什么抽考啊，无共法官，到尾啊再来再处理这个代志。啊，你讲重大的代志，就是讲你看，你嘛是2审甲3审，起嚟了，你看哦，你看典管拢是3E哦，过6届啊，啊是安怎会安尼呢？有人咧讲啦吼啊，你即马这2审甲3审的典管，咧现在拢共一个，但是伊进前伊第1届是2审甲3审的是已经是有处理过啊，甲第2届、第3届、第4届安尼内底来讲，因为伊可能嘛考虑到人的这个数量有限嘛。最高法院的法官可能嘛人数无几个，你若讲大家拢要撇，安尼伊就无人通去审嘛，这是伊。其中一个上重要的这个部分啊，而且你嘛咧讲伊，即马伊若讲佫起来，佫落去，有当时啊，阮咧看这个代志吼，你讲共一个法官是毋是一定歹，嘛无一定啊。有会变讲，有当时啊，阮嘛讲，若讲这个法官不对你本身就袂歹，反说。另外一个，我搁拄着有讲，这个本来对我袂歹，不见得拄着这个法官一定是歹嘛。所以有当时是安尼思考。当然，有的人是感觉讲，奇怪咧，哪会拢共一个人，但是共一个人一定歹吗？我感觉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点。如果人力配置有够，你有赞成啊？无赞成？
我哪感觉是福安的啦。咱何必要？我真朴素就去想讲，咱何必要爱压这个代志？我规气都拢无共款人，安尼毋是较好？对，所以我唔种。是小咱再请两位大律师。我的看法啦，因为今嘛咱这个三级，就是这个三级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法院的人力配置，一定是地院人较济嘛，高院人较少去嘛，最高院人上就差不多金字塔型嘛吼。啊，当然金字塔型这个人数的有限，但是我要讲一个比例，就是讲，若讲伊变成一个长方形的，三个拢共款济，当然我感觉那会当撇就撇，因为。嘛，较袂去讲着讲奇怪，安那会拢拄着同一个人？伊若讲进前这个人，你讲好的是好啦，但是讲这个人，人讲对我本来就算讲人讲有成见，还是讲有意见的时阵，第二届、第三届判，我嘛无可能对我家己进前讲的代志，看那个甲创较轻，还是创较安怎？这是莫讲法律啦，是讲一般人会安尼想嘛。我想会判，会当换就换嘛。当然这是我若讲人数够，当然我是赞成啦。是。是当然针对迄个海外法庭这个判决吼，我本身是感觉足遗憾啦吼。为什么呢？咱咧讲迄个法官法庭的原则是讲，在咱受受法律的一个审判的时阵，咱要求一个公平的审判。这个公平就是讲，咱这个法官是随机来挑选的，毋是讲有你指定的，毋是讲你国家指定某某人来审判我的案件。吼，因这有可能一个偏见。拄则咱看迄个拄则新闻稿，伊咧讲，伊为虾米要讲即个物件个下陷的原因有2点嘛。第一个是讲咱即摆人力的配合，吼，人无遐济；第二点是惊讲咱最高法院吼，迄个审判无法度统一吼。来咱来看吼，伊即摆人力的条款是讲，经重大犯罪吼，你即摆第一届法会佫转来了后，伊拢固定指定同一个法官。是，咱知影目前最高法院有9个法庭，刑事庭有9个法庭。所以咱实际上，如果以这9个来论，咱上无会使轮9届。吼，为什么你无爱学伊用轮的？你要指定讲转来就是固定一个？你即摆咪是人员无够嘛？你即摆一开始你来讲，你是内届起来你拢固定这法官。咱有9个庭的法官咧做审理，为什么一定爱这个共这个庭法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的实务来讲，像有法度从即款重大犯罪来做上诉，搁有法度发回。一般来讲啦吼，起立落位了后，通常袂讲1年内底解决。所以9个轮了后，他顶最高法院的迄个办事的法官是3年，有时阵会搁轮啊。所以并毋是人员无够，吼，所以你袂使讲因为人员无够，你来做即个违反即个法官法定。即讲换一个角度，如果今仔法官的人员无够，你敢会使被告讲，你的案件足重要，但是歹势，因为我人无够，所以我拢共一个人来甲你审理。这是你家己司法你的配置无够，你袂使讲，因为你的配置无够，所以你耽误讲我人民公平审判的权利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惊讲每一个法官判决无共嘛。无一致性。啊，这就代表啥？所以讲这个案件起来，无共法官无共款的见解。如果讲咱今仔一个真重大的案件，为什么讲不管遮济庭的法官有可能无该见解？你一定要教这个法官判，拢以伊的见解为见解，为着你要一致性啊。所以人本来别人判的身份，这有无共款的结果。这款这对被告有利，或者对被告不利，无一定。但是你为什么讲用一个法律无安尼规定？你内底司法院分来讲，人工像这款案件，咱就是安尼分。重点是法律无规定爱安尼分啊。为什么咱用一个规则来讲，人工刑事诉讼无讲的，咱就是安尼分。今仔咱咧做刑事诉讼，为什么有一个升级？就是讲，这个法官判了后，凡是我不满，凡是检察官不满，认为你原判，我换一阵人来审判看卖。恁搁定看卖，人冤头前即个判了对啊毋对？如果大家拢共一阵人，啊，都共一阵人，不过判10届、20届、30届，毋是共款你定人。敢若讲我比例讲，你来我即间餐厅食歹食，你搁来我遮食10届，嘛是我共款我即个总铺我做遮物件，你哪会无爱别人做看卖？尤其咱即摆最高法院，并未是拄则讲，并未是讲无法度人数无够啊。咱即摆有9个庭，为什么即摆规定讲第2届重大起来，你就拢爱共一个？你哪无爱其他的人去分案？他昨晚王老师头有讲，事实上有换过啦。
换过，但是换到上后尾时阵，换无所换落，佫完全。这就是讲，咱有两个部分，即个实验，一个是免疫更新，就是讲，像咱拄则这个图看的，第4届去了后，就拢共一个啊。哈。所以较早有一寡案例，甚至经10亿，所以去了后壁拢共一个。重大是安那吼，咱来看另外后壁边迄一个图吼，伊是第2届去了后，就拢共一个。啊，你明明有9组啊，你为什么拢起来第2组了后，就拢固定这组？他早这个林律师有讲啊，这你也无白纸黑字啊嘛，是安怎一定要安尼？但是对因来讲，你讲你嘛无白纸黑字讲一定袂使安尼啊。啊，所以我拄则讲是变做法白啦个。法律无安尼写，你司法院是限制人民的一个诉讼权嘛？你特地去限制讲，人工就是第2届起来了，拢是我共一个法官去审。这有一个疑端就是讲，敢若讲共这个法官，比如讲即摆起来，我讲你当初你2审法官判唔对，我叫你讲我全发回互你定罪嘛。人家佫起来佫共我这个法官，所以。你永远就敢若讲原本这法官做了唔对，你敢若直直叫伊即个，敢若拢小学咱即个答案做唔对，直直叫做对为止，做到我满意为止。啊，敢若讲咱若即个案件完全有后壁指定的法官，伊来做所有上尾的审判嘛。啊，这咱阮是认为讲违反所谓法官法定的原则，就是讲法官应该是随机就去定的，毋是讲指定项就是项嘛。对，张律师你安怎看？我是感觉讲，咱本地吼刑事的诉讼法就已经有规定啊，就讲这个案件若是伫侦审，就已经互这个法官判过啊。那来到2审，啊，这个法官升级嘛，来到高院啊，结果佫互伊抽卡抽着，这个人就要回避。回避。嘿，为什么？咱这个法律吼规定后壁拢有一个立法的这个上限嘛？这个立法的上限什么？公平嘛。咱就是惊讲啊，这个人伫头1审就已经有这个看法啦，啊，到第2审来佫伊咧判。安尼，你想讲伊敢有可能判无共款？吼，因为咱即个判官咧都有讲过吼，法官判案的时阵，有当时是个人的经验、生活经验、主观的想法，毋是遮尔客观。吼，主观的想法来决定讲即个案件到底是啥物款的结果。啊，如果若是拢共即个人，你想看觅伊个人的经验会有差别足大吗？无啥可能嘛，除非讲有足大的变化。袂讲一摆时钟，一摆灵应啦吼。对啊，安就做无正常啊嘛，是毋是？吼，所以伊可能伫主观上想讲维持我家己的判法，我是对的。伊感觉我是对的，我若家己判一个无共款，敢是否定我过去的想法？一般人是袂安尼做的啦。吼，所以咱头林律师有讲啊真好，就是讲吼，咱要救济，咱就是咱诉讼的权利，咱为着要上诉。哦，来互另外一个人来判看，咱这个案件到底是啥物款的结果，就应该是无共款的人来处理，安尼较公平啊。即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像这种经4审、经5审、经6审啦，足经的啦，经到吼，迄卷宗吼是安尼叮叮塔塔啦，要看起来是看起来拖堂。对。啊，是毋是因会感觉讲，啊，就是安尼，看起来拖汤，我才搞停啊！尔，我实在是无法度这能力怎样来创。敢有？但是这敢是一种理由啦。所以我特别特别来问王老师，就是讲，啊，如果来人力会当充实，是毋是上好要避免这种情形来发生？张律师，你感觉咧？即摆最高法院吼，毋是讲惊法官判案尔，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吼，真侪拢律师呢，伊本身嘛是看过做侪案件的。伊本身嘛会当来替这个法官吼来做一寡整理。虽然讲这个卷宗足济啦，真正停停塔塔足济。吼，有当时我有一个案件吼，已经一个输过了，吼，经10审。经10审。吼，迄是一个输过吼，这个量吼。啊，毋过毋免惊嘛，咱即摆最高法院有一寡配置嘛，有一寡助理的处理嘛。啊，毋过咱就要回着讲吼，咱即个法律是要互咱的人民安心的工具嘛。我头有讲过，这是一个工具，咱就要互这人民相信咱的法律，所以咱来修法，因为咱相信法律。如果咱法律的结果呢，是讲我即摆救济拢无效，拢共一个人的审，安尼咱就问看觅，咱敢有法度互这人民安心呢？伊会想讲啊，都共款人啊，啊，都这样代志尔，伊敢有可能判无共的？安尼敢是影响到咱这个诉讼的权利？吼，啊，咱这个法律是要保护咱人民为主的嘛，毋是互人民怀疑的嘛。
所以我感觉讲，伊这个宪法的这个判决吼，我是感觉讲无啥对地啦。啊，那像即马这种情形，宪法法庭已经判落来讲，这合，这已经是合宪啦。啊，敢会该佫提起讲，拜托，你我佫来提起这个申请着这个释宪，敢会使？即马已经到这个程度，应该就是安尼啊啦。应该就是安尼啊，所以无法度变啊。所以希望讲未来吼，若是讲法律会当来做这个改善，比如讲伊感觉能力无够嘛，人力配置无够嘛，吼，咱就互伊这个部分来互伊改变，吼，无定着都有这个希望来处理无共款啦。宪法的法庭，观众朋友，宪法的法庭若是判落来，就是敢若比恁老爸搁较大安尼，就袂使搁变啦。袂使去提出申请讲，我感觉这个不对呢，我想要来提出，敢袂使安尼？除非讲这有宪法判决以后愈来愈侪嘛，啊，如果若是有矛盾的所在，可能会当去释宪，因为在符合着这个释宪的这个规定，伊才有法度去释宪啦。哇，这就变做好时机啊呢。吼，讲到好时机哦，我要请教着王老师吼，咱知影，咱读这个新闻大的时阵就知影讲，吼。咱国还佫有35个这死刑犯啊，还佫咧排队啦。吼，而且吼袂要紧，你年薪条款吼，我甲你吼无法度，我著甲你讲哦，我还佫有咧执行咯，其他的这案件还佫咧救济，所以哦，你袂当甲我执行就死刑。咱国到底吼，这个死刑这个制度是咧算真诶，还算久，算假的？你家己的感觉，还是讲，反正就真正会称杀的无几个，啊，就安尼等到我要问的就是安尼，就是讲，一个社会会当接受废除死刑，就是咱社会有共识。显然咱社会也无共识，拄好只公道是，所以啊，就安尼，哪情节哪前节安尼。是毋是就变做安尼？啊，就等到好时机，等这时机到了，啊，这个风俗改变了，啊，大家才来改，是毋是安尼？其实这死刑这个问题，其实讲实在啦，即马目前台湾的这个或者法定刑内底嘛是够有死刑嘛，所以变讲这个内底来讲，因尤其像这个案件来讲，你讲有人定定咧讲啦，就是讲因一个司法院甲法务部咧发巴拉肯嘛，两边咧发嘛。到底是要安怎嘛？因在讲一个代志，就是咱这个或者死刑执行规则是法务部家己定的嘛。啊，你讲足一代志，就是讲，法务部你家己定出来，啊，我司法院也无讲叫你迄个是你家己定，讲司法院讲你啊，你法务定讲啊，佮有啲什么申请事项，佮有一寡必要的事由，所以就我来去执行。所以讲，你有当时啊，在看这代志是毋是两边在发白拉肯，咱唔知影。但是这个部分看起来踢骹球的。对，发白拉踢骹球拢好，啊，但是讲重点是讲，啊，你即马就是因为卡伫遐，所以你无法度执行嘛。所以咱进前执行的一件是2020年的迄件嘛，迄件去执行，甲这几年来拢无，因为佮有过来案件卡伫遐，啊有人就咧讲，这是毋是就是这死刑犯的或者救命符啦？这咱恁讲是毋是对？我感觉这是大家会当去思考。但是我讲的重点就是讲，你讲即马这个部分来讲，看起来啦吼，死刑的执行嘛是真久啊才执行一届。即马虽然咱这个法律规范内底有这个死刑。伫遐设计制度伫遐也袂废死咧，但是你看执行的状况可能较无遐尼迄个啦，无遐交混啦，无遐交混啦，毋是讲无你看，这虽然是安尼，所以因进前若讲哦，若讲因嘛咧烦恼一件代志，若讲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审判，昨个审判出来，若讲违宪啊。系啊，啊，才根据因迄什么诉讼法，拢紧放出来，啊，你一寡迄个代志拢，你拢袂当搁压哩啊，啊，伤久啊，放出来，啊，这些我看嘛无咧烧啊。压力真大咧吼，压力嘛真大，所以讲，我感觉这个代志，你讲即马判合宪，某些部分是解决小可问题，但是这个死刑这个问题嘛是搁卡伫遐。你看，法务部长嘛是讲啊，无啦，因搁有一个案件啊，搁因为。我感觉会当思考一个点，就是讲他们穷尽很多的救济的可能性啦。哦，是讲啊，我咧救济嘛，啊救济了，拢无其他的可能性，啊拢我就直接个变落。啊，甲以早的人讲的迄军法无共款嘛，军法是进程足紧的嘛，啊一开始你看足济刑度拢是唯一死刑嘛，啊一开始啊都清杀了，咱才新闻才出来。对，枉法裁判啊是讲冤狱啊，冤案啊足济嘛，啊但是即马可能这个是有较谨慎啦，但是谨慎了啊是毋是安尼就是安尼变成讲你即马要执行，可能足济关卡去进行的啦。
我看是安尼啦。是，上尾吼一2分钟哦，请两位哦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哦。到底这个死刑犯吼，咱是他多现好时机呢，还是讲咱就不如咱赶紧切个，甲对着咱其他国家的这个脚步？是，当然咱在死刑这个物件要定唔定，咱有一个共识啦吼。当然咱即种做公道，但是主要咱讨论的是讲。你要判咱一个人的死刑，就是讲，因为要做这个歹代志，咱判死刑要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所以咱只系提出事件，像咱拄则你著大家看这事，咱敢咱标题讲是30几位、35位来提出，实际上这个案件拢总50几个题，咪是加死刑犯。吼，所以对一个公平的审判，咪是讲啊，针对死刑犯爱一个公平审判，所有的人。伊有犯罪无犯罪，咱要一个人掠入去内底受国家的审判，当然咱要一个真公正、一个真公平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中，如果法律也无规定，是毋是讲咱行政机关的这个司法院会使直直讲啊？我讲啊，啊，大家来收证。是，好，刘律师。